罢工的导火线是昨下劳资协商，会议一开始气氛也算袂歹。劳动部长先来致辞，20分钟后讨论第一项的诉求，工会要求调悬日资费，但是无共识。双方就伫这个问题点经50分钟了后，工会干部要求休困，想袂到一个回到会议室，马上就宣布要来罢工。咱就来回看这个关键性的70分钟。罢工行动即刻开始。协商到一半，通知空服员职业工会干部把准备好的罢工布条宣布开始罢工。我们的罢工行动从2019年的6月20号下午4点钟准时开始。联协商会议的主持人、劳动部政务处长拢惊一条，出面要瞧，大家稍等一下，甲工会干部握手，希望讲因赶紧转来到谈判桌，因过工会态度真强硬。来讲起到这场劳资的协商，下晡1点开始，劳动部长先致辞，当时气氛阁算袂歹。双方应该要彼此尊重，能够用心来聆听双方的声音。一直到1点18分，双方开始讨论头一项诉求，工会要求要调悬日资费。所有的营业额或者是获利，其实都是在节节上升的。但是在公司这几年的年终分配上，其实可以看得出来，公司的获利并没有实际上展现在合理的分配，让员工可以感受得到。2008年税后亏损168亿，一样发了1个月的年终奖金。一个讲公司趁钱无分红，一个讲较早了100几亿，双方一人讲一款，27分才进入正题。工会要求外站的日资费为每点钟90块提悬到150块，因过中营敢若愿意提供每一抓150块的费案奖金。工会要求的禁止坐便车条款的诉求，必须都要加入工会，才会使享受由工会争取的权利。这条嘛卡条哩。就是很慎重的思考之后是无法。答应这样所谓的进搭便车的这样的一个诉求。双方伫遐吵袂平，工会要求休困，一转来时干部的情绪真激动。今天我们就是耗费了巨大的社会成本，今天做到这个协商的平台上，可是公司还是提出了跟原本一模一样的方案。工会8项诉求，头一项都无交集，2点05分罢工行动开始。虽讲宣布罢工后，中营退一步，愿意减变成每一抓台票200块，因过工会并无满意，无偌久了就离开会场。这场劳资协商会谈，接来讲较无70分钟就报警，该经罢工第时间来恐惊真歹收尾。